在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讲出着台湾有事的言论，是引发着中国的大不满。伫咧台湾，总统赖清德是来铺食苏式的影片挺日本。即摆咱的外交部嘛来铺着猫咪卖印度，展现着挺日本的立场。国民党的立委赖士宝讲，外交部挺日本挺到遮尔险目，颠倒会互中国更加坚定要来统一台湾。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讲，这是展现台湾甲日本的好交情。高侪猫仔面图配中文甲日文的文字，这是我国拜六的普文，内容写休困日甲上好的朋友做伙去食寿司，搁啉日本米露，食日月咸，搁有啥物比这个较赞？一字一句拢展现甲日本相挺的立场，就是因为这件代志。高市早苗所说到的，我能不能解读为他讲的就是台湾有事，日本会出兵，可不可以这样解释？可不可以，市长？我想这好像可不可以？我想高市首相并没有这样直接解释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讲的台湾有代志，互国际讨论，嘛加做今仔日立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焦点的议题。你认为两个国家会不会打起来？我认为目前不会。那为正面对决，爱外交部有一个讲法，当时中国嘛因为高市首相的一句话，抵制日本的水产，外交部嘛普文表明立场，不过那里个立委感受是真无同。你看到中国大陆反应这么的强烈，等于是再次的让他有机会坚定的，他要统一台湾的决心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更不能容许中国的这种复合式压迫的手段，也施压在我们最友好的国家日本身上。那呢，中国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补充，进前联络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，警告若是日本武力介入台海会构成侵略，北京会照联合国宪章来行使自卫权。那个言辞啊，大家是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妥，甚至有人是讲说这应该是立即召回啦，不过当然降低冲突是很重要的哈。中日的关系牵动台海局势，无论伫咧国内外，高市首相的一句台湾有代志，拢成做讨论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